根据统计，在国小6年的学生呢，近视的比例已经来到70%，这是比全球的平均还阁较悬。所以今麦呢，国健署是来试办儿童视力的体检计划，替幼儿园的囡仔呢，一档检查一摆，提早做预防，按算伫2027年会全面来推动。 即摆的囡仔大大细细拢会摸手机啊、拍电动，也是看影片。根据国际近视研究协会2023年的资料显示，全球近视的人口大约有3成，台湾的近视率比全球平均悬。调查发现，幼稚园大班近视的有9%，国小1年啊增加到19.8%，国小6年啊已经增加到70.6%。国健署表示，儿童青少年的近视率愈来愈悬。 为着要降低近视率，对民国114年开始试办体检计划。这跟传统的视力筛检不太一样，并没有只有做视力表的这个筛检而已，它还包含了就是散瞳取光度的检查跟斜弱视的检查，而且是由专业人员专业的眼科医师进去做。那示范计划1年之后，我们会去评估示范计划的一个成效。那如果成效不错的话，有机会会是在116年全面的推动。专家讲，近视毋是上恐怖的，上恐怖的是近视若是发生无处理，一年会以每瓦100度的度数来增加。若是重度近视，未来有可能会发生白内障、青光眼才会并发症。 医生表示，为了要避免囡仔近视愈来愈深，建议爱伫幼稚园这个黄金时间做检查、追踪、治疗。还有斜弱视或已经近视的话，会希望家长3个月内就要去做就诊。那如果是在近视前期的话，它还有一些时间，那可以建议就是在6个月之内，就是去做一个追踪检查。国健署表示。 114下年度开始儿童视力体检试办计划，眼科医生会去有参与试办的幼稚园做检查，专家和医生也呼吁家长做好体检保泡膜，分别是莫烦恼、配合体检、治无啊、早发现、早治疗、追踪，互囡仔有健康的基础。记者陈心东、谢桂玲台北报道。